不過側田北上並唔單止係因為錢，其一源於12月9號一週刊一篇報道，將側田捲入日本模特兒木村乃桃色風波之中。當時日本模特兒木村乃出書大爆佢同男性朋友嘅私生活，雜誌大肆炒作，將側田對號入座。憑 33B 上圍嚟香港發展嘅日籍 model 木村乃，上年喺日本出咗本日文自傳 Party Girl。尋日仲有報道話佢喺書度揞名爆先後同2個才子男歌手有一手。正值佢準備演唱會之際，嚴重影響心情，亦直接推動咗佢喺演唱會之後決定定居北京。今次唔係第一次我俾人利用博宣傳啦，只可以用無恥同埋可悲嚟形容今次件事。其二就係佢對香港娛樂圈徹底失望。2010年接受一週刊訪問嘅時候，佢火力全開，講出一連串震撼語錄。喺北京當個3線歌手，肯定比我而家賺嘅多10倍噶啦。我唔明點解仲有人覺得香港市場重要啊？喺香港，我好似被閹割咗，訪問做唔做，接受邊間訪問都唔係我話事，明明好抗拒都要照做。佢甚至直斥整個香港樂壇，講出成個香港娛樂圈都冇人敢講嘅說話。每年擦電台鞋、擦 DJ 鞋波，年底拎個銀獎、銅獎、金獎都冇用啦。頒獎禮好廢，2000年嘅玩意嚟到2010年，你仲要我做啲嘢爭嚿膠？側田覺得自己一次次俾人擺上台，失實失衡嘅報道，長年累月，就算佢有強大嘅心臟，都已經被徹底侵蝕。你一定要寫，係一週刊趕走我。